我说知道哈。啥问的钱子呢？可零钱个可能只是这了，都那这这了都是慢慢在有的。慢慢的行不了了没？慢慢的行了。钱子领了行不了，啥还该实的很。总计这门了没？这慢慢在有。当时穿的行不了得了没？这个这行不了，而且到罗家还行不了，了罗尼跑走还是行不了得了。罗尼说行不了，罗行不了，罗尼行不了，罗尼跑走这还是完了，走了。还是完了。罗尼行不了，俺三个就是慢慢在很久，还是行不了。咱问的零钱3米19个传说不是不？零钱3米10嘛，传说可能我这已经相当的可能行不了，这个已经吃破丢的行不了，我就可能他后头个都去拉过。对吧？去拉过，都零钱3样去拉过。对嘛，去拉过，这些是个讲的。咱问的2都80块钱嘛？2都80块钱，平时就没有到80块钱嘛，我都钱子上80了，这一把金水价了，花那个样式不同没？那高这个，但是空不拉过，但是这花那家了，1家了我们。花那家这个那走起的感觉的看了不是坏了。你说走起，这个营养其实营养给亏的那都讲白了，走起玩了麻豆是北京嘛，北京都到了，但是麻豆是不是？都是做这个的，相关是把起码都2了。现在把这个俺这那呢，反正让街反正让啥还2了。这大边了，这都托人都走，别人和哥打话，要啥可能啥光花那家了嘛？花了就光花了。都是自己光花了。个别人和那个这还是出去食物都来去出去都知道没？像这个你不这个是上嘛几点嘛，下嘛几点嘛，面香嘛。臭铺一罐干这白汤嘛，一罐的干去样多路呢，这吃一罐干，别人和那个偏听这个就喝了没？以前这个呢都是2什么啥容易羊嘛，手羊嘛，这帮，知道吗？咱问的别听这个羊都别人都个知道吗？花那是哪光噻？花那不只会啥光？对，都是那都看过，给你不能些都大只了，现在这10个大了没？那一般花那也是了没？科技居然是。这个都是多，谁肯定多，但是不是都是？都是上的猴儿讲没？北塘上全都是个中国新的，还有了没？第二天亲家我这个几天呢？就是要没？都是没，到大家都是了，谁肯要没了嘞？混天第二天嘛，第二天都他在哈巴个是都在这想，后来哈巴是哪个没？那个是要历史嘛，就是你这你后来弄出个给他了没？那个没这么华南你还给得到了没？华南那个回来好多西沟头那就掉了没？那对了没？听讲我们杨都是空轨道那个啥是了没有？空轨道是修好了，空轨道是张轨道跟个华南都打好了，华南都打。张轨道和华南都打这是一样的。张都打华南打说华那个一个是都打了。3周变成4周吧。一般感觉不拉上可能八字这3天都这个啥这样了。感觉胡昌可能八字，是常说呗。这3天都这个啥样了，必须这4天好了。天大家很传了没？这3天都啥个张伯估计都那到了，开几号呢可，最近你长都给好回家请来了是吧？他回家请来了是了，都那决定啥的。那都是当了货，都张先生嘛，你走起个嘛都给好了没？因为好都是了。都是端了货。好嘞。好多是感觉好多人才叫还炒你吃了，还摘了呢。本身是炒你兜里是个苦的，就吃炒你吃了。苦是个天个的嘛，长是俺这吧。代表人家麻豆了，还是贡献于这黑来子，俺这俺来了。长期也不是的。不是的。看俺这俺来了，你看这是也才养鸡了，真是。人口了没？人口了跟俺来估计咱们去得了没？人家老少是将军。我以前过年吃烤啥过几年了？过年还是天个的，还是普拉老没？俺这还是普拉老。听哪了过嘛？就听哪了，最起码过年嘛，炒你普拉老没，听那边过年搬家了，我炒你这是把老年炒了，这形式社会大家回来炒了没？听了，看了你是块了，常走看了走几个块了，嘛都二了没？这上个这个头个块了，银魂几个是？头个不是二了。银魂几个叫该顺顺都这个头没？这个头嘛，我那个吃上块的块如果给你观测点，大热估计。听话我那
感觉嘎抓了，我是张回答，我条顿的啥？你可没干10年了。没干10年，但是我那干着了，你没干10年花了啥回呢？哦哥，我上个我条顿上。条顿的不是。上个我条顿是干这世界裤，我干花了世界裤才花了就那没得了，就那别多了。都开花我那嘎抓了，是都自己还是？干着了，那些都是花了几双。花了几双。我都花了个，那么花了个，我现在断了叫。听这花了噻，你这困豆渣，你快点儿就花了有些就那不了。困花了就不干。困豆渣就不干了。豆渣就不干了。就市场人家好像这后头没市场，反正这个对外头这个打死临时困不着觉嘛。这哈说点儿临时平时你或者老人家子30万民都接了，反正这样嘛，都是按临时都给。隔壁那真是不干了。那我们都2浪银钱60-40浪银花了。这有好哦。你不要不然我是加深的对打了过。加深。对打那穿嘛，反正很穿嘛。你加深的花了不？加深的花了，它是可以买都算这是加深嘛。这是个加深是有一个生姜说嘛。生姜说嘛，该是根都过那叫加深叶，没个信仰了。慢慢的这个没个信仰。灯坤该是这信仰了。打中人信仰了，但是做没的嘛，但是中人的现在就办不到了。中人的现在办不到了。真的不？听话我那羊多多，这啥苦多多。说都还是豆大子上面，还是做豆大子去那边豆大个老没挑着一天多。开了个家门，开了我是讲到上去过这是这个主任段他在我来就是到10口段的话，50下口边的话，这50下口吧，这个10口我干花了都收噻，人都已经不是了，完了已经完了没得了没就我就过点老10口交一些。我这吃上过10口，我感觉叫这精水他了讲。后劲考虑讲，这感觉才点进才个，我觉到本来讲这会儿都该用了这项目。从才进啥？我这头你不上这个了。头呢，这可能关键这回来后都是过，这个我看成绩不好了，头这还是后都花烂了嘛。花烂了这。花了加上都先花烂了。你们条顿呢花了多少大花都块了有些。花了没10多了。没10多花了。我条顿反正去走起上还是80的。是多少能82了。你个花都可再花了一个了。花都可这个是下装还是该是电子推子，电子把它花了这么是，才能回南没打收了没？回南没打收了。这还是看那个才没事不是快年都收了没？嘞。都还是看那个没事不？回南收了看那个没事不？你给下装下降不下降，反正还勉强点了。里头打算好不给你写到没？写到就好了。这没这个啥就牛鸡不好了，腿子牛鸡不好了，真的花了这回，花了之后就那个往到那个跟着，关键嘛你开好了没？你开好了因为搞啥的，你是不是船头不叫写起了没？你回去后头后头啥意思？整塌了，肯定整塌了，完了还讲感觉万年灯，都打那些万年灯，那是面灯都打了嘛？那些感觉过年那些叫万年灯，就上面就感觉那把脚你或者。跟着用把阿妈的还这裤子还没事，该袖子都打这3趟都不搞了，3趟都不搞，人家路两些都刮，当时刮到了，刮你看那个跟那杰克说过，就是那都3回你是那就估计2回好过你如果才推子等会差过，袖子好如果袖子那下3下手那个了，都这样，回到就了。可能就3下，软腿子。把这被他妈拆开被打了了。拆开你了。因为3下没丢，那拆开吧，因为那把这么就条没，那这样就没丢，这里反正3下手那个，就是袖子打的给袖子对那个了，袖子有呗。因为这个花了，你是3个样式，马到我看了，今年火车就那个大家，火车家嘛的看呗。阿妈那看过还大家来不那个了，妈那还给花了一段条子不拉了个，说明是该让你了嘛。该段条子手机条，妈都讲不那个了，就段用户的，我才叫大家不拉呗，不拉这半浪都回过到你上次有个了，你上次有过，你上次一般一拉车有了。他说你上次有还个老没些啊。半个都回过你上你有些，你上嘛3个上有些个，有个了没？一般花了。你上次一拉车有从那个就花了个经费花了这抓有个了嘛，上来拉车从那个了。抓有个了嘛，抓一个我就花了个都这。有哈个大家不拉这个了。这一下不拉这个了，不拉这一会儿就花了了。但是多少这个如果不拉就了，大家有了没？但是半浪都可以个了，半浪都可以花了一个了，花了一个了。如果花了不拉这那个了没？我看见就是
红不拉绿色还是丢丝儿？丢劲了，丢劲了，丢劲了，丢劲如果到高头才要那当兵呢，以后也可能生活都甭把这回你，可能。我就老是当兵那个老是当上你看见？老是当时就那红火了，我在娘的，给那边上不啥？你打死老是当对的了，哎，老是当是给红火了，你是不是要红火了？都是开始不就是都是老人家是老是当个拉，是你是去了嘛？老是当个拉后这个谁讲呢？都这后来都是要嘛才进去就好了。然后你老是当时打死那个兵那是特别兵那是。都老是当时在那门黄杨边忙玩边都杨边，你那打很清的了，老是当个了嘛？跟那边打是是哗啦对的了，但是老人是内冲对的了，哗啦你跟内冲对的了。老人是，像那边可是哗啦对的了。内冲对的可老汉子那边比苦老汉子那是。一般的了嘞，这个都打死苦，你是对的了。没有庄稼那个。我们今年都不休息吃的，其他打是都打是就是内冲对的了，就是。一般老汉你妈那都是个这儿差不多老汉是个内冲对的了，他到那边可以块哗啦对的了。那个老是当的打很光，老是当不还是哗啦，我现在老是当回来，老是当不你这个是老嘛。如果你老是当时养隔壁来没老是当时养隔壁没得了嘛，老是当时都带给你都是2个啥你感觉。这像那当个啦，你说先红火了，你说意思嘛？哎，这你那打，像那当个啦，你给先红火了，你说意思嘛？大致，大家都一样吧。我听过高头是咱们那当鬼哭。高头我到反正是多少，就是那反正么个多。我俩认识嘛，半天才多长巴单就好这样嘛，去老人家去。老当红了，老当红了呗，老当红了，我都在写嘛，给别人或者才进了写嘛，那没。都没上那不讲没得批过。都在找没，写嘛都才进了黑嘛，那没。都这个。咱问你，婚礼早你才过是这次可阳场合嘛？别亲戚是。这婚礼场所这啥不啥么空不了个场所你才啊？都是别亲戚那些嘛的，别亲戚那些都要么着，渐渐的别亲不一样嘛。多的抓你也帮人抓子手呢，老你也帮。这人人都可以看。看过你也帮。看那个营养3周节整出来好没？3周节整出来我都好像都参加了看老虎都看了没？后把我都做有的抓到高手没？看了大家那抓了没？现在长河那边很漂亮没？听这抓鸡那边上不来，这抓鸡了抓鸡那边平时大概就穿小没？对的这时候帮就羊毛呀帮这个难治一般是过生姜就抓到那个羊子了就原来可以来弄，看这前两来羊子来弄。在我们过生姜嘛的有的别情况，我们生姜是可还肯定帮没有。生姜可干牛软都上面干牛软都生姜嘛，大牛软都我是干多了，半生半个嘛生姜。老人家个这包啥是半生半个别人是。那个听啥我听是咋生的在路上。一般干那都大是不是啥子叫半生半个就是了，半生半个是干牛都生姜嘛，大牛都多了嘛。那我呢，知道是个别姓就这样，但种别姓是知道是对。是哪个别姓都是种类不同嘛，反正那倒是红花茶传说婚礼业绩那是了。平时的别姓软了是一学了几个你们啥呀？但是软了他不然，你可以花了你不那个要么个反正什么的，手不才能了就好了。抓过你们才抓结婚了没？好嘞，真打没？这种类不同没事，反正话难的，但是上面这是，反正医院的几个人不采呀，反正感情的话，要么敲起腿，肯定帮没事，都在上面这，真的。我问你，别情况说你啥原因也帮没有，有的啥？换哪个帮没？啥换哪个？啥换哪个帮？咱问你啥什么那个东西嘛？啥事都那些个都啥事都没得，我讲一般是都是那8个人，但是总有8个是那娃去啥个点了没？这没啥嘛？你是没啥嘛？你图啥个点？我现在中国的娃喜欢这后些多少叫娃些是手。中国咱都看个花样。中国是花样。后些是那很难。很难。像一般花都有娃肯定会有啥个点了没？猪有手，都打那啥子？他猪有那个羊腿肉都给啥个点了没？像这是猪有时候那是8个，猪有花水的，花水的，吃的都是
就嘛到不？就嘛到不？那财务前些都认识对了，啷啥？他说就中国还办着对了，你一会儿啷啥？那看嘛，那看就我就少的。这是一个20看你过。差不多我都说的当场反正，是见到没得讲就马上话难的，大家这种没得咋讲才来是心耳朵反正我来现在20多了嘛。困得我这句话嘛着了啊！现啥不啥事了？20多了，我来20多了，想困就变得黑不？来20多了，啥来20多了？但困得我都支持我都去。咱们在牧场没在土上，在过日啥酒店没在。过日啥酒店都一般该走啥呢？人家都也没去了，我们该这。有些开是这明批有些人家是看场啥的，这知道吗？你们身边嘛要他们，你小了这里会讲吗？这我那咱这开那嘛什么都会听，这还是啥就是有些。其实都要脏混的讲嘛，脏混哦。这是脏混的讲。血分脏混。脏混的讲。咱们这要呢，王人杀、新人杀这还是帮啥多？新人杀帮，王人杀帮。王人杀。那都3项都挑了一块了。花了红花了酱是样样多了，但是呢都花了，那营养这个享受嘛，但是花了这个享受了一些了，多了享受，那个三项都吃不得，但是花了来吃石油车和生油食不了，你让我享受的，你这个享受。石油车啊，石油车和生油食啊，石油车是你这都4是没个样的，油是头，车是管儿的。生油是生是后面的，油是头嘛，是那个样嘛。你这个像是一会儿带到了，那像是你轻食，别人这个啥，别人这个享受真是来了，苦不让我享受真是来了。不过是你年轻了还是享受错就那个了。咱们呢，该是可能的，王人山的多了可享受是19大四郎的，王人山多了19大四郎，你新人山就是年都不是，是挂斯拉里呢。是1年嘛去都养不大了，但是那个新人山是你都好的，你都吃养是吃破有几口新人有几口小妹，上头啥以后来讲舒服了没，但是短，是有几口小就别上后背，样样多了，像睡个话那开始上呗。不是的，考这才啥？考这才开始啥嘛？就是你看光，那才没试过，才没试过，这甚至白年3点几口小子大家别那喝，上马个。就辣椒，不是了，就上马给他了是这，就提线多，提线都要多了，就是多了，因为你毛这都还是光，毛这都光，如果下马后头吧，下马后头别那后块了，下马的话，我考这样嘛，下马后头是毛都是包谷，左端的包谷边了，左端的包谷了，左端的包谷那个边了，左端的包谷。咱们这新人啥多了，我3个学校，你年都不是。每个新人的把3律师，这是来了，每个新人都是来了。这1年多了，这3个小时基本上多年时间是来了，我在队里来了。上手基本上是来了。你王人啥不是你这鬼打算时间？王人是啥不是还是迟早下早？你比如那个新人我的话嘛，迟早或者外边那后了。下葬或者别那后了，吃脏这样这块儿啥个？吃脏和家嘛到那本地的回家过，回家开后边了。这下葬或者好多是给故事都是别那后。吃点多。了。咱们这王人啥子你黄没？你黄你2家子多30号就在，你2家子可多了可30点了公办。这是来了，3里来了。这还亲戚朋友一块了没？这一块来了没？亲戚朋友就说一这个小时才说一这某个小时可亲戚3了，某个3了，家务3了嘛。你个没到没？2家子30号到没？你家子空过长时间嘛？你这个家子空过长时间点了过没？我感觉多了可是享受。这来了，这还是你这来了。你个么？你个搞这个3个还是这享受来了，刚还是享受了。这是年都3律师。这来了，已经是来了。这来了。这个1年那么就1年那这基本享受变大了，变大了。像你上马是哪个说上马是？这几年成了装的，你吧？这叫3点，你不来吃好啥？有的呢，这个你自时刻上马和你一会儿了。他来了这个自时刻的上马和你很长嘛，就听好个1年听着吧，关注听着，按照话了这才听着讲。他后来其实你但是呢，饮食，反正只叫3点，门不用可能是只叫头点2了，后来其实只叫3点上马了。是啊。那个北康可是面上嘛，是手头面上嘛，那10口的话。那是我们新人上嘛，王人啥都问都不过，人家去过。这样嘛没得。没去过。那新人上嘛，王人啥是还是陈生来？王人啥不是？王人啥不是？
都是城市可能没得到了，王人啥子都给你吃早下早苦都还是在给他打维护嘛吧。对的，他打维护嘛吧。那就城市可能没得了。没得了嘛。那新人啥的城市可能没得了。没得了。反正这新人啥反正都阳开啥子，年前可是都当时没经历过嘛，年前可是可是个是而且到那为这新人空不长，你这个了。赶紧困里面想空不长。这个二苦就让。嘞，真的阳口写的。困里面想不空不长，你吃了，吃了光。这菜也没得给吃了。这还是也不是贵，贵不是贵，人不是人，现在也不是不然是，大多是在空嘛嘛。人家讲这个啥，困里样子过日子了。都这个楼下没得好了。而且楼下没得好，这个年这个是啥？如果你投资最多的投long了。没钱，要不啥？没钱是，如果最多的那个投long了。这个因为在家门这个来门才叫些。这是这个为了那个呢，这别的那个新人入股，他可能这个因此，不要差来差了嘞，这样子他那个打发几个吧，可能就说这几个这个他来就差了嘛，行了，杨姐了嘛。现在3年，你经过啊？你们可以经过你的噻。那年轻人咱是那都不大叫嘛那个咋话咱讲嘛？咋话咱你就过去就好了。现在跟去可能。个新人star了，关键是自杀，关系。新人关这个行情，老板说的就是，行情这是那个养护的，那这些有很多的，嘛那养的是了，新人肯定是了，关键是。肯定是了，我们养的是了，肯定是3个那这个。这个你都干不出来，吃了不是，反正都看来都有是贵，有是两三不是那是都肯定都但是啥空嘛？他跟客人关键，你新人来starta，肯定都吃亏，来starta来的贵。不跟样在吃了谁没得了？吃了没？该一罐的吃了没？但是吃不能光，别是有啥生姜入生了，只能你看啥，那概念嘛，我传染我没得了了。该二老也要么是嘛，四老也要么是，半天他不就是该一罐的吃了没？但是他那吃不能光没，只能别先只抓啥件子一对过，等你这个都他这个都抓住了喏。这个都抓住了，吃那个嘛，从那门归水，在那个手没事抓起。那我花了吃那个嘛，送死人的光吃的，送死人光。送死人要不跟人嘛抽的嘛呗。很多事都平时还是别人都花那事儿嘛，现在规矩养活的嘛没得嘛。现在没得了，都是个人那样。个人嘛，一对个。咱们这年前不是开过那王人山年那个吃来着。王人山那咱去了嘛，那收换了啥？刚开这如果马脑是挺大啊。二老年是去了嘛？收换了啥？这马脑是说你是马脑是二老年嘛新庄去的那个。这马脑是这你是说你是这真的吃了你是去了嘛？我真没听那个呗。感觉没啥时间再看的。这没啥时间嘛？那没得那光。收点啥收盘嘛是都说你是。肯定是马上来，是天大吃饭，你是个老嘛？那咱们这个都大事还是。咱问你样子，你为啥会特别心知道嘛？你这个行头知道，但是说那后几年是年前不要不然叫，但是那个那行头只唱的贵，但是楼下那是只唱的了嘛？现在在几不？以前但是年前那行头只唱的贵。你营养那行头是不贵？营养那行头是吧？营养那行头都3吨9吨投资，花那边不是是吧？咱问你营养那行头别心啥？你渐渐你够可能不同了呗。感觉这年啊这血光呗，营养呢？豆花我们感觉。你别清楚，这概念做饮食嘛噻。营养的做饮食。概念做饮食还是看那些在这里神通不同嘛，感觉是没事实上不一样的。但是平生可当。新生吃嘛。但是生嘛没。该是没事实上本领嘛没呢。本领那是了没个是。这个是没事在就买那白那那不是在泥巴没。你比如说你个多的板那啥，主要是营养板，是花大板的。花大板了嘛？花大板了，我们年轻过来才咋了嘛？板是我们。这种。但是真的人真的人了，他花这他花了，差不多花了啥，可能那啥花了啥，花这啥就是讲，还有他是啥花了是就是他。他这几个营养这个是花了。说年前不在要求年前规矩了，全国你都是啥都说好看了嘛？说好看了对吧？说好看了。说好看了，咱就花了看了的营养看了。都真都该说好营养说好知道没？营养嘛花了我都喝了一个营养说好知道没？现在我们
别请的诊断科学了，就是人都他诊断了嘛，然后他本就诊断去了，这营养几行包括花那个这个对下流是关系。是一般干的生长，花了要那营养，你像那这个营养水果能喝了没？好嘞，像这花篮的不干了没？好嘞，像堆过那帮一堆那帮。中国来一堆菜个。对，第三到最后那这还是花篮是花篮的，他那不干了那个。营养是营养的，他那不干了没？一般对菜就第三是活络一把原因不讲没？第三个花篮是花篮的，他那不讲营养是营养的，他那不干了。就啥是2分钟，我经常就这样的。就生长咱们还生长比把那生长不是那是有营养的是这样的，感觉把那不是了嘛。花篮子那抓二个苦啥，而且都是花篮。抓起苦啥老虎都苦啥，若不归那个说营养说好吃。啊，咱我那营养就这个说好了，知道吗？说好了，没事。花篮那是。花篮是平时可当没，原来。啊，对，先把说好吃呢。过没，碰胡了没？之前要么别头那啥换着该说好知道没？哦。说好知道现在真的把这帮后头就花篮。花篮也说好知道了。说好知道。好了，花篮经常说好知道。好了，经常说。经常知道一般这个有个呢，这个还那边就都打这个呢是那样的。是啥？俺家到那80日库也个。80日库这落后多啥了没？好嘞。落后多啥个还一把条没？好嘞。听我这80日讲该这突然多。海南的还是了，这个那个20多万黑上突然这个又过起来那个些。好嘞。这个呢那个过程子些。好嘞。3个万的过程子。过程子。那边都一般当官的老那么这的，看上头是10这个有很多到。花了不这，然后那个吃软囊炸了哈，他其实是一个圈圈，你知道了没？圈圈。他这个他子了，我他在北京块了，这速度已经超了，你是3九的到了没？哦，3九的你到了。3九的到了，谈都到了没？但是，我今天等上这有个人等下看那个了。可是都围困都看那里面这花了，这抓就他到这就看了，这都多少那帮，多少钱个就看了我。多少是这有个都碰克了没？俺们了。俺们那碰克是哪？俺们那碰克，还有同时很多文字本多了没？那大人这落花嘛，这花了本这后半那二来看哦，这落花嘛你喝。还说好坑了没？落花嘛，你搞我那还是说好，这次说好坑了没？说好坑，鬼子打扫营养鬼故事都打算这啥？营养这个是这个营养说好了，营养鬼都打介绍花篮是抓都这啥？要是过去控制上边蹲家你看他这双脚或是双脚他就花椒没？看这个老人家说话，你个老人家好没？好嘞。空调嘛，还不给牙签儿，怎么？看了啥本儿？看了就是花篮了没？花篮说话就花篮讲这。双脚上去看这路花嘛，你这。哦，你双脚是跟2个尖尖那个对拉手。双脚是这不着，双脚是那一半你看一半你都拿啥好讲嘛？跟这拧去了，拧去了嘛。你是当时拧起双脚对到了。拧过双脚吧？拧起双脚到了，尖尖的那个。是那一个爬不到一个羊汤，而且个都和你手撕好，头手撕好，就给你一拍2半，而是拧起手过去双脚吧。但拧起手啥不成嘛？拧起手啥不成嘛？是拧过去双脚对到了。因为双脚3个路花嘛就。或者给单准备个了，这个都好像穿着蓝布然后阿妈的炸估计最后那是什么都是不烂了没。或者给单呢？或者给单落花满家了没？落花满家估计落花满家叫个就什么都是。连落花一下就是打了过去，老婆那个会是还个打了。打了，这等于那个建议是还不上这样的。你说玩这个拿过来，他那个建议是还叫没？这个黄生那个生吞呀，溜了这那溜了叫没？反正个有很现在把这上一路把这个就赶紧把这边，赶紧家准备那羊菜包，该有那现在把这边了。审判。咱问你把那是个东西吞哪边的？这吞喇叭，我那不啥吞喇叭，我那个。我他把啥子吧？但是这吞喇叭这个有些买嘛，都说头个文档贵，你那个吞了那没？说心儿苦。说心儿吞了那没？那见家子了，我听说那妈的，你让我拉过去，还是在那路上面，如果在烧烤口叫没？很多如果都不是营养贵，这不知道没？拧起来那没？咱这猪肝把苦的呀？猪肝把我都这花拉丢弄啊。这张块上就摊家了没？摊家了，我说好像都说大家那抓好给不合抓好给俺那个围婚都乱七八糟，俺那个都这围婚下来就好花了不这要是落后着都一个这都说都这张平了多少是你各碰可当然花了本这说过就这落花嘛了。还我看了没？还有双脚，还有脚脚的，落花嘛，说这过了嘛，就传讲。
湖南大嫂陈克湖南嘛呢，我回家去叫。湖南博士了嘛是？湖南博士了。湖南博士他过也没得到是偏。现在马上边了，华丰县边了。您说这个一个大嘛呢，一个土司多一个5个。好嘞。一般这些谈都加了啥了路货呢？当场。好嘞。您说当场来说到实行了没？好嘞，啥了没？人路货呢，你谈都加了啥那个了？一般就谈都加了个什么都是不拿来上面。不拿个了。那我在国日方法样嘛，就是惩罚可能速度偏还得难就变过，难就过。速度过。这个完这个这个速度偏好。但是速度过，但是只能谈都当时就是谈出二十这3句了，打了加上吃出加了差，就当时加了还叫什么？当时实行上来哈，加了讲个门都是不拿讲，真的对的。不拿这个拿过，不拿过了。听说我那2郎烟就花了，4郎烟就花了我们，还娘娘烟就花了我们，娘娘烟花了光没的那边。那边帮。自个儿那养了。俺妈。自个儿养。这个二舅，可以找二舅。你二舅没啥帮。没啥都俺家打算过，反正。96年56年我打交。他那真是。听说我那娘娘烟就花了日前啥特别差号了个。以前特别没。特别啊，你让啥号来的？对啊，你说啥号那个高职也打你说啥号了？好嘞。高职你说啥号了？去过你特别我都去了。跟传说跟传说是跟特别吧，脏话吧。从一般跟那特些都大就是那个一般楼干事、楼汉事，你这个特别给没得过都起码来话我换一个这边了呗。现在给你换一个了呗。你来话起码都大就是个跟那脏话我都不话了，脏话我都跟去了，现在大家都才就能解释了呗。就那边那就是都大家特别给没得人光，要你。苦茶庄你没得了，没得了不讲？下庄呢？跟他的是开过个讲。经过这也打的汉化了不哈，经过这脏话没丢人光，你可都那边汉化我都去了。化了吗？汉化了。化了。汉化了吗？化了去了。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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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大部分汉化完没？汉化去了好的。听说我你以前可能特别来去了不是？跟这花了大神苦嘛没？跟传说这不是个特别去。那个平时特别去。平时特别去了。拿过到了没？拿过到了。没得到了。跟那传说不是这个特别去了。这个传说这个我感觉打出来话，我当时北打的这把这北丢的过的是，这都是这搞到临时上南的临时公司去了没？好嘞。娘就是那样的10个，特别是过10的这水里边上普拉吉或是我他穿的那个黄光，那个后来娘和那个黄光贴吧，路都喊黄光不是老那些，这里个还电东西没有就是很大吧，那把边头那些东西你或者边头了没？行了，现在收到里去了。收去了。是都收去了。对那边不是跟传说啥子大汉化了。汉化了去了。那个。娘娘也就是贵子无大招嘛，都是这。贵子无大招。因为我12号招。好嘞。我12号。这个才跟你整个嘛没。娘娘就是整个头嘛，整个是3号招嘛，你跑出没心给就3号招，可能开荒个3号招没。3号招完了，可能是大家这个是娘娘就是那二干是您是，你这个是家务是对大家省得好多。这个都不干净，你或者看你边头个看你开光干净嘛。因为这边都是招门。这边都是招干净开光的。因为自个儿这样子不干这个啥都来就是还是。还是都来了嘛。要过着花烂都的，这是几个。过花烂过。那个娘娘花了样都拿东都得个丢了过。拿东丢了过，拿东丢了要么丢了过没个人。娘娘花了只能是物业当务吧。物业当务都给丢。物业当务对吧？这得给不是熟了是没？得给不是？好嘞。这泥水是喝了泥水浆是打是去来了。你看给你拿开那个泥水浆，跟娘娘你不干是了。娘娘你不干，估计娘娘该是儿子睡觉是呀是那趟都行是，干还是古点儿来过。还是你这黄生古点儿了，该是来过。从物业到那都是你干来当了。因为物业到我都干丢了。干丢了。俺这我常丢咱就和钳子床了嘛，娘娘这是不是个样？娘娘这是钳子帮还是？钳子帮。还是钳子帮？那个前啥去过要苗子不是这个的。这个你说上你做大事没就是讲没这个下人这个是啥嘛？你说没让他说上，没让他说回去你大人可本身给你当老大娘呗，你没让都不会好说两盆都不他都吃素多少钱的吧？就错开的，错开的咱3月份你3个吃吧。3月份我们打算。3月份你3个吃吧，从2个吃都熟了那个，你1个吃都熟，娘娘吃都熟了。这多少钱的事儿，晓得晓不？
从苏州我都感觉不是回来，我老农抓了是花了不是农多久，那是老感觉回来追求些，我老没有那是不干啥弄去，水上出来兰坑都是山，我打过那个，可能这样子呗，跟回来个老没感觉，回来这马上都是把这上跟电动那拖个生存是个电动那拖车嘛，大家到那上那他都当时没经过那个传说经验嘛，都是不能去乱习惯。到那上那才敢一拖那个，才到那讲的就是拖个啥讲的，拖个啥上到会跟上多少个小偷说说过这大家看见那这讲是你是传说了嘛，传没的呢。哦，这传说的上传说了嘛呗。通过这阿达西面是类似的阿达西面知道了嘛？阿达西面都苏的阿达西面都是下面，阿达西面都是想。这好学生个讲，感觉留户困难那你们讲些你是说怎么？感觉困难讲是他那讲才是，这么让他一到一转是其实他战斗上装备，这没有就是讲的，才能装备，这才能做。你是个韩国，这和大家学小大家就那和大家啊。该没人吃不他吃个菜。没人吃这就头大家们，不是养鸡那吃可好，但是也都那么，谁好家们？但是前上了，我养鸡那就谁好家们。好的。通过这。留婚那个环头的国家嘛，这个多，这个什么这已经困起来是不辣椒嘛？哦，已经上辣椒，困的上辣椒嘛？已经上辣椒，头辣椒嘛？这个话那是没说，这个话那。这话那是要抛出1000两呗，抛出1000的传说嘛呗。真正打他打那照相的人家都没有啥其实个没有啥话那次，说可以讲这到谁前阵谁和2回还打，要都自个儿都是才进的辣椒嘛。把头子是抽晒了，以前是辛苦大了去，前次不打过，原来就了。哦，其实你那边姑娘娘也花了找物业档，这个丢了。啊，这我该签字上了。签字物业档主要一般上哪个？哪个主要丢了？那过日可就是丢了的。这丢哪个？该别星期了。别星期了，一般人家说这是14个，14个感觉那都打20了。对。所以超市对了。类似的了，这超市边多还是14个，跟也都打20了。俺这娘娘也是个巡控旁，该你丢的可是巡控样子，这个绿这穿的是那往当那差不多了呢，这就那往只能晃着了，这样在那儿别收不了，还是那往别人收不来呢。这点都能看见这样的。哦。这个你看人家是哪个吧？没正常。因为该丢的是哪个样子，还是听那个。哪了？该丢的是这个样子。这个是老美。把钱都是都是老美，那你个东西，手机上这个是还是这个红老美。就是问你那个只会说啥说呢？就才那个说啥是呀？这话是。就算要是说啥是呀？像他那小花参个我写到了，本身还是这哈儿吧嘛，正好写不一直写不他是在那个写完那个离婚是当时呢分3婚以上呗。啊，你上离婚就可以。上离婚的那么。就几乎是打算得个自个儿用呗，他3婚呗，他3婚人家关键包家你家你是3婚成跟你是完事，但是几乎多不打你自个儿多吧，他3婚上你关系多了。哎，你是西面的关系。自个儿是就他是他大兄弟看的。你是几婚的吧？但自个儿是几婚的吧？从上离婚是打是牛你不是牛你吧？好的。从这牛离婚就管过点，但那背中些这个打是那个离婚。100户的个叫吧，现在到的吧，一般是个背东西吧，头配没配的东西吧，但是背东西你知道了，就那离婚的管了，背准前面后事的个留背准说留什么没？就那边个背准是要么力量光，大家的下话可能不是神通过没？这个你背准是看你们那个student那么是马边那把么那我是，个人说了什么是说这个你背准这是传授鸟的，但是没掉鸟么呀，要什么那王？那叫我这没有啥，这都当多。吃都说话些东西，吃都说话什么听个播音东西，听个些个，就是没有啥一管10来天就相空嘛，一管没有都出来过，没有啥花了，像这上了一直，后面南路阿拉讲学生不来，什么都养出来好不？现在多少抽签一下了，这联邦一下了，这只单单的有啊，只单单的我寻思花了这寻思一直都抓大寻思单抽签才抓上呗。花了很有的大家。花了这回到一浪没事一浪都拿一浪。赶紧传到。什么的是咱联邦才寻思抓上呗。联邦也很了呗。是那咱这。现在我听说你包黄没那是专门包黄做啥跟他跟样。过。就你是他们科技学过就科技学不是？现在回那是吧？因为他是那奥特人都说他才一直娘娘吃东西。一直娘娘吃东西，反正一直娘娘吃。因为他是
吃不到还吃呢？牛啥？牛草，做牛啥？做牛草吃过，签字上那就去上面。签字就是他，就是说这一个吧两个签字。签字两个上老王，一个上老王，两个上老王。如果你他是你跑那天就吃过，常年吃过。杨啥光？好，刚才我拉麦我吃，回头拉麦我吃，拉麦上吃我得了没？自个儿拉麦吃。哦嘞。拉麦我吃多了没？这个刘坤坤我吃了没？这青坤是吃了没？这个是个真的是个活人手撕了没？活人手撕过破盘，过人过破盘。破盘是活人了，这个都一个菜单差了，破盘是，但是活耳朵上是破盘，菜单的。对，咱们整个人叫黄生都你换你几个不啦？换你一个嘛。那个对，换你上破盘给拉过。换你上破盘给拉过，这个花了，这吃拉不了没？好嘞。换你上破盘，我都花了，这吃拉不了，这个速度花上面么？这速度了不那个速度上面。这速度上。速度上面是个这黑个啥八个个浪，这河南人是河南八个个到了换你吃这吃那三张不，这吃那或者是4、5场的上下来他是这他给单位带单位，或者你别三张好不啦？那块儿还手气我真说嘛，整个人亏钱这我看大家出大整个不大有啥不过去啥啥不，这是也出发这个是吧？这一话呢。这大家我那个这听啥那这一个速度不啦？这么大家听啥出口了没这些呢？那结婚这听个好不啦？这样看是你喝那个。像我这正好的可能破盆个就那块这不老个没有啥有啥这不老呢？没啥有的什么吃了没？一直花那块了没？一直花那块才马年拖了啊！必须得管那个什么马年拖了啊！那个真的苦过，这个。夯不着了没？夯不着，这样子手上花了没？手上花夯不着，我都支包了没？支包过。头中你支包噻，你困豆着就把那个胶囊包了。这些都胶囊，这些苦瓜胶囊包了。在那个新疆该半天那个就看那个段路，但是那段路命令下给啥没出来，好不？这个我你速度包了没？速度包括你速度喝点就好了，养不了都啥去了。速度喝多样啥东西？现当吃吃完没？吃。那边混气没，这但是新疆气没，你说平时气不着没，平时我新混气没，但是其实我新混气不着没，新疆气没，新疆气不拉过崩巴，这崩巴是这个呼呼，当然是呼呼一包当中，拉马是现在崩巴包让你去把上这包，你说崩巴呢，这是呢崩巴。崩巴，给我崩巴的啥呢？崩巴呢？这啥花钱的坏了没？花钱这还是多，花钱这花回钱，花回钱的多了，都花了花回钱进了，要是多了没？好嘞。这个是多少个？是多大如果给花回钱，这是传几次？是传几次？有几次？不嘛都入伙了没？好嘞。不嘛，他那这逻辑和大家这都知道，样子了没？像说呢，反正是一个这个两个这现在传几了老板反正跟是能情况能老板。好嘞。像是说江湖的花了才啥打上钱，就说给啥不把你个吃过了包了没？包括这天边讲这一客户都知道不和大家困难是走上一还是不和一个抓大家。这不满天边情况你开一般老人是开不了。要把橡树线肯定难点。我说橡不要把今年2毛大家嘛，橡树啥他妈呀？这一客户都什么都乱七八糟的，不和抓下车一好了没？下车规好了没？可能我兄弟不和抓回头回来哇。一直抓你个，这反正抓的话就单几个，他反正2万这，二黑2万这二公司了，大户人他抓不着，挺好。没人打这个。接着包上一次。没他跟他讲。我们他跟他大户人他不着，挺好的。抓人当的是这，跟着呢，哪怕是2毛10跟你滚来这天就过。就过来了。当不。做没有装的刚是没了。做没有他有老是苦多。就你自个儿都得。那个是什么？他会自己。那是不着，那是这个吧？那边拉马是这个，拉马是这个。人家那个人这当是不光中人还会参加，后来不吃个吃完呢。该挺多个几天。挺多个了，拉马是大是没事了没？拉马是大是没事了没？几天没少。这3天没出年包，7天没出年包。你没上班过？没上班，我俺就说年苦个就是个了。盐苦个是。盐吃都苦个就啥不，俺里边啥不老多都啥苦个就是个了，俺真的。俺弄完盐口水的板子上来好不？这都的。这这样看着，感觉说是还是来是了。如果啥样看着，感觉味道好了，恢复好了。那个孩儿这是个孩子孩儿了。
还是说的感情不是样像崩吧呢，才不是像就这都是啥叫么？都是苹果上还是亏这个情况上，那是女孩儿好没？今天回家好了没？现在我这花拉斯还是花拉斯看不啥，看不啥是苦啥个不了没？现在我们大情况下的话，这那姐姐这是苦多。白了嘛，这过着胖抢可以问他是。这怎么去看上了？想谁看了？啊，就白了。这上这个也是，不过是这说打一个那个了就可以了。打一个，说打一个那个了了。啊，现在再是打几个了嘛？说打一个那个了了，这个努克是个的，但是我说这这个努抓了下面呢，马云多了这。然后对到了嘛，突然听到抓了是，就你这个喇嘛是拦不住了，听到话了，整个可能抓到个弄是，这几天加油了没？可能都已经快到手了没？怎么还是那快加油了没？弄是抓了是没？就你说南时间听过话了，去他妈你给话了去啥呢？南时间你都词儿破了没？其实词儿破了没？词儿破了没？就这一回等你给词儿我的大奖是。后来不会打仗，你是个老，那个事儿后来我的打仗，你是。是这不打仗。是打仗嘛，咱是不打仗。因为感觉是打仗嘛，这个不打仗嘛。咱们这做不得有啥子呀？做不得有啥子，二回跟华南没得啥不下抓就拉上了。扎眼睛上扎到这回等到俺今年这不是打那现在是苏联子弹高一打那个那会有这说。他是样对的，那不是。不是。样对的，但是。找这别是楼下这速度我真要得到了。怎么的了？楼下这速度肯定别是。黄浦州。哦，这。黄浦州这啥时候上了这？给他我这应该。哦，那这啥时候这？那是这个植物的哦。植物。那是这个反正是主要反正都放了。今天落起的啥谁的这不是是吧？二回是叫你是看了吗？哦。就打那边那挺少呢。那个不太有讲没？那个儿那是个吃的嘛？哎，吃了吃的。我听他们家住多少？二回养起来这个养起来就是。咱们这。牛抓了什么？吃起来吃不到2码少没有？牛抓了什么是让我基本上是那种这个那探长话嘛没，那个地些探长过没都，都说啥去过了没？娘娘是都说啥说是牛抓了过没？牛抓了过没？哦，牛抓基本上。咱这西库就人家就是在这黄人开始是在这。都这个在黄人去看了嘛？都那边黄人去看有呢。在那儿这个咱牛抓了，牛抓了是都。黄人去看有了。我做啥都还是黄人去看。黄人去看有了。我让啥手啥头马还不是这个。都这太哈东西，这挺啥的。啥的嘛？咱问这牛抓了是牛牙子手那是。牛牙子那这后来说的有贵有劲啊，没都后来说都在。这个反正二给你拿去是都拿个奖，大奖呢，我是弄个奖就。强悍个奖，都是有气没有气，那是有气没。那我开始有点空可能感觉牛牙了手那可能感觉听个过军控是啥时候弄的？这等他得了吧？听着可能。等他得了。大概速度啥时候弄的？等他得了可能。听着可能。听着可能。这有气没？那是个有气嘛是。你看牛抓都该是养口那就差不多吃了。这弄回口那呢？那啥生在那你些口那呢？弄回个都找那个了没？不还是找那个了没是呢？不找那个，不找那个了。那那个啥离炸不是离？那没吃到，不是这反正是抓了没？我就看他抓了没？弄回那个那弄回搞个片帮那，就是那个是他啊。那把文这个那个。我说他是个这正好，说他跟亲啊，这他说那爪子，毛呀嘛你抓了没？毛呀嘛你抓了没？这一般人这边很多瓦西可以喊呢，瓦西这就忙可以喊到了，这就忙可以喊到了，是过那时候我就打的。那时候我来是只是开头领口多，就弄睡觉那些大声样，我开头不是，开了头是领口多，我来是弄睡觉。开头是要花来播。花来播了嘛？我两个老是开你头上头有了。那个新疆那个哇，都让，你说我都吃大鸡。有那么的。你妈妈爸爸脸里。那时候我是玩虾，您晓得到了没？玩虾，您说。玩虾是要你看。玩虾是，一个是都大是个那个，让我们，都这个他跑出没些，你男人家没？外面都男人家没？你也看了没？你这个嘛？那个了。好。